咁我哋睇邊度啊？今日我哋睇一個全新電梯樓近鳳城康記，呢個單位以花樣年華為主題。你睇下呢一個報名牆。級㗎，呢度可以釘上你生活上嘅點點滴滴。呢度咗個到頂嘅特大鞋櫃，可以擺好多嘢。我個人幾喜歡嘅，男士女士都可以夠擺。走廊非常之長，建築面積558尺，行到呢度都仲未完，仲有呢啲置物櫃，好多儲物空間呢個單位。今期嘅開放式廚房絕對有驚喜，基本配套雪櫃、洗衣機、電磁爐、微波爐都俾翻你。最緊要係前面呢個窗。而家現時嘅新樓500幾尺做到2房，仲要有窗，你少之可少。呢張餐台有巧妙之處。疊拉出嚟可以伸長伸短，廳嘅距離我覺得都合理，唔會話太近。目測呢度都超過2米以長。主人房有個海景，向前望對面就係灣仔。呢張床啱啱先測試過，闊應該都超過1.8米，打橫瞓都冇問題。梳妝台後邊見到嘅到頂衣櫃都租埋，對於一個主人房嚟講已經係合格㗎啦。我哋今期價錢都係300零萬，呢間2房係近期嘅新樓嚟講，絕對可以接受到。廁所要睇睇啦，我哋今期嘅廁所係做一個趟門，仲要係有窗。放埋小朋友房啦，小朋友房嗰張台可以俾佢擺心儀嘅玩具，變翻張寫字台都冇問題。床下邊一樣係有做收納，小朋友都會做翻個衣櫃俾你。基本嘅配置都齊。整體嚟講，558尺做到2房，有景觀，廚房開放式有窗，對面有停車場，300零萬，性價比非常之高。有興趣呢套單位聯絡翻 Oscar 約睇，再見。